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章，大鼻王年老岁数济，甲皮嘛甲袂烧。伊的人神对伊讲：请阮的主，阮的王，准阮找一个少年的在室女来奉台照顾你，困伫你的身躯边，互阮的主，阮的王得到温暖。因就伫以色列全国找水的查某囡仔，找着思念一个女子，叫做雅比莎，带来王遐。这个查某囡仔真水，伊奉台侍候王，毋过王无甲伊同房。迄时，大比甲合吉生的囝阿多尼雅想要做大，讲我要做王，伊为家己准备战车甲马兵，阁有50个兵伫伊头前开路。伊的老爸毋捌甲伊责备讲：你是安怎安尼做？伊伫押沙龙尾后出世，生做不知英俊。阿多尼雅甲西罗亚的囝约押，搁甲祭司阿比亚他参详，因就支持伊。毋过祭司撒督甲耶和华大的囝比拿雅、先知拿单甲示每、利以甲大笔的勇士，拢无拥护阿多尼雅。有一日，阿多尼雅伫温罗吉附近的索希列石盘遐，杀牛、羊甲肥的精生献祭，嘛请伊的众兄弟，就是王的囝，以及犹大所有王的人神。毋过，伊无请先知拿单、比拿雅甲勇士，以及伊的小弟所罗门。拿单甲所罗门的老母拔示巴讲：合吉的囝阿多尼雅做王啦，你敢无听着？咱的主大笔嘛毋知。当你来，我替你拍算，通保全你甲你的囝所罗门的性命。你入去见大鼻王，对伊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！你敢毋是捌对你的女婢咒詛讲：我的囝所罗门要煞接你做王，要坐你的位，是安怎阿多尼雅得做王？你伫遐甲王讲话的时，我会缀你的后面入去，来证实你的话。拔示巴入去房间见王，王真老，思念的女子雅比莎伫甲伊侍候。拔示巴鞠躬拜王，王讲：你爱甚物？伊甲王讲：我的主啊，你捌记上主你的上帝对你的女婢咒詛讲：你的囝所罗门要煞接我做王，伊要坐我的位。当阿多尼雅已经自称做王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你犹毋知。伊有杀真侪只牛、羊甲肥的精生献祭，搁请王的正囝祭司阿比亚他甲元帅约押。毋过伊无请你的囝所罗门。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！以色列人民的目睭拢伫看你，伫听候你甲因宣布，什物人要煞接我的主，我的王坐王位。若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转去你的列祖遐了后，我甲我的囝所罗门一定会互人看做叛徒。拔示巴还伫甲王讲话的时，先知拿单入来。
有人甲王报告，先知拿单伫遮。先知到王的面前，趴伫涂骹拜王。拿单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你敢捌讲阿多尼雅要煞接我做王，要坐我的位？伊今仔日落去杀真济牛羊，甲肥的精生献祭，搁请王的正囝甲遮的军长以及祭司阿比亚他，因甲阿多尼雅做伙啉食，讲阿多尼雅王万岁。毋过伊无请我，嘛无请祭司撒督甲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，以及王的仆人所罗门。这检是我的主，我的王的意思。王你还毋捌对你的众人神宣布，啥物人要煞接我的主，我的王坐你的位？代表王应讲，甲我叫拔示巴来。拔示巴就入来，伫王的面前徛地。王就抓讲：我祈救我的性命脱离一切患难，因我的上主讲。我既然有记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你咒詛，你的囝所罗门要煞接我做王，坐我的位，我今仔日一定要照安尼做。拔示巴就鞠躬趴落去拜王，讲：愿我的主大必王万万岁。大必王阁讲：调祭司撒督、先知拿单甲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来，因就拢来王的面前。王甲因讲：着带宫廷的官长甲恁去，互我的囝所罗门骑我的驴落去基顺。伫遐，祭司撒督甲先知拿单着用油抹伊做以色列王。恁嘛着分扫角宣布：所罗门王万岁！然后恁缀伊上来，互伊来坐我的位，煞接我做王。我选立伊统治以色列甲犹大。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应王讲：阿免。愿上主我的主我的王的上帝嘛安尼宣布。上主安怎甲我的主我的王同在，愿伊嘛安尼甲所罗门同在，搁互伊的王权比我的主大必王的王权搁较伟大。祭司撒督、先知拿单、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、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就拢落去，互所罗门骑大必王的驴，送伊到基顺。祭司撒督就对会幕摕底油下角，用油抹所罗门，因就分扫角。人民拢喊讲：所罗门王万岁！人民缀伊上来，搁分品仔，非常欢喜，欢呼的声大甲地扬要离开。阿多尼雅以及甲伊做伙的人客，拄仔食稻线，听见欢呼的声，又听着扫角的声，就问：城内是安怎有哗哗吼的声？以后在讲的时，祭司阿比亚他的囝约拿单来，阿多尼雅甲伊讲：入来，你是忠实的人，一定是要报好消息。约拿单应阿多尼雅讲：咱的主大必王已经设立所罗门做王。王派祭司撒督、先知拿单、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
基提人甲比利提人甲所罗门做伙去，因互所罗门听王的劳。祭司撒督甲先知拿单已经伫基顺，甲伊抹油，互伊做王。因拢对遐护送伊入城，规城大声欢呼，这就是恁所听到的声。搁所罗门嘛已经坐王位，王的人神拢来甲咱的主大必王祝福，讲：愿你的上帝互所罗门的名比你的名搁较尊贵，互伊的王权比你的王权搁较伟大。王伫床呢趴落去敬拜，记得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有赏赐一个人，今仔日坐我的位，互我亲目看到。所有甲阿多尼亚做伙的人客，拢惊甲皮皮喘，随人逃走。阿多尼亚因为非常惊所罗门，就去牵祭坛的角。有人甲所罗门讲，阿多尼亚惊所罗门王去牵伫祭坛的角，讲：求所罗门王今仔日对我咒詛，一定无要用刀杀死伊的仆人。所罗门讲：伊若对我尽忠，连一支头毛嘛袂落伫涂骹；伊若作恶，一定着死。所罗门王就找人对祭坛，甲伊带落来。阿多尼亚就来伫所罗门王面前跪拜。所罗门甲伊讲：你倒去恁兜，